一場大火打破大家對香港人冷漠嘅印象。大家以為香港人冷漠，其實唔係一日兩日嘅事。搭地鐵唔會望嚟望去，行路唔會講嘢，排隊隔1米，返工個個都面無表情，好似成個城市都開咗社交免打擾。外國研究指，香港係世界上數一數二孤獨、壓力高、社交少嘅地方之一。火災之後，香港人上上下下自發互助，再次將獅子山精神具象化。當時火勢蔓延，黑煙遮天，大火未熄，物資已經到位，礦泉水、毛巾、飯盒、紙巾、充電器、尿片、床單、外套等等等等，全部都係平時喺地鐵上唔會對眼嘅香港人自發送到大埔。義工數量多到要排隊等做義工，有學生、有醫護、有社工、有普通打工仔。放工之後講到，有人話我幫唔到啲乜嘢，但係至少我可以幫你拎啲嘢。亦有人講，我住喺粉嶺，搭車過嚟唔多，得2袋物資，但我想出一分力。社區物資堆積成山，一袋又一袋，一箱又一箱，多到連義工都講，大家停一停，物資已經足夠。有啲人甚至自己揸車送物資過嚟，塞晒車尾箱。有個阿叔講，我唔知會唔會阻住佢哋，但有人有困難，我總要做一啲嘢。佢手上捧住2袋熱飯，搭巴士過嚟。佢並唔富有，但佢覺得要幫手。仲有唔少中學生放學之後衝到現場，一直問姐姐，我可唔可以幫手派水？有媽媽推住 BB 車過嚟，我冇乜嘢錢，但我嘅 BB 用品仲有，希望可以幫到手。有茶餐廳老闆熄燈之後煲粥，凌晨送去庇護中心。佢話我冇乜嘢本事，但至少可以幫大家解決1-2餐嘅問題。睇完呢啲畫面，你會覺得佢哋係世界上低調又善良嘅一班人。呢一次火災之後，香港人互助係自發㗎，市民會自己走埋一齊，自願去物資站幫手，自願維護秩序。專業人士自願為有需要嘅災民提供心理輔導，有市民志願者不斷替災民報平安尋人，通過網絡群組、社交媒體協助失聯者家屬聯絡、登記、救助。睇到呢一度，不禁讓我諗起破地獄嘅一句台詞：生人都要破地獄㗎，生人都好多地獄。雖然香港人表面冷漠，但其實外冷內熱。一旦有事，全部人都團結互助，佢哋齊心協力，共度難關。呢一座城市最大嘅力量唔係摩天大廈，亦唔係 GDP， 而係災難來臨，每個人都願意伸出援助之手。雖然平時沉默，但永遠唔會見死不救。雖然平時壓力大，但善良嘅更多。無論你係孤獨長者、打工仔、學生、父母，你永遠唔會一個人面對困難，因為只要有人受傷，香港人就會自動聚埋一齊，唔問身份，唔問背景，唔問值唔值得幫。當我見到咁多義工、街坊、陌生人伸出援助之手，我就更加肯定香港嘅未來唔係靠奇蹟，而係靠人心。願每個被大火驚嚇過嘅家庭得到重建，願每個伸過援助之手嘅人得到祝福，願每個睇緊呢一條短片嘅你都記住，呢座城市因為你，因為我，因為每一個願意伸出援助之手嘅人會繼續發光發熱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